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心不再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测度，一直都存在。牧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平安平安，有没有听见？有听到，有听到了，好，谢谢。好，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第3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新敏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美好的主日的早晨，一起来亲近你，共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蛮有能力，使我们能成为蒙恩的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并且活出你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持续把你放在生命的首位，并献上时间与你有紧密的连结。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昨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第23章，他灵巧像蛇，同时在接受这个千夫长的审问当中，那他逮到机会来提起复活的议题，让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现场就分裂。那同时保罗也在这个夹缝当中也得到了一个生存的机会。那在最危急的时候，那主也在保罗的身旁，是23章的11节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也让保罗有一个定心丸，知道他一定要继续往前，他不能够只有停留在耶路撒冷。那因为他的外甥，就是保罗姐妹的孩子，还有千夫长吕西亚的搭救，让保罗他能够全身而退。虽然有40个人发誓要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但是保罗依然能够平安的逃脱，并且退回到凯撒利亚。那在凯撒利亚这段期间，是由千夫长把这个审问的权交给这个总督菲利斯。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保罗他要怎么样能够前往罗马的这段路程，必须要经过许多的审问。那么请新敏来带我们读24章的第1节到第9节。好，第1节，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几个长老，连同一个名叫铁土罗的律师，来到卡塞利亚。他们在总督腓力斯面前控告保罗。保罗被传出庭，铁土罗控告他说：腓力斯大人，由于你贤明的治理，我们得以享受常情的太平，国中的丑政获得改革。对于你的德政，我们随时随地感戴无已。我不敢过分烦扰你，只求你垂听我们简短的控诉。我们看清楚了，这个人是危险人物，他在全世界犹太人当中制造乱世，又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也要亵渎，我们就把他抓住。我们原想要按照我们的法律审判他，不料指挥官吕西亚横加干预，从我们手中把他抢走，并命令各原告都到你这里来。你审问这个人，就会明白我们所控告他的一切事由。在场的犹太人也都同声控告，认为所指出的都是事实。好，那保罗他被带出来到的是凯撒利亚，那这里是罗马总督，好，那菲利斯，好，他的居住的地方，在耶稣的时候是比拉多，那这时候来到了菲利斯。那这个时间呢，花了5天，好，那是因为
这个菲利斯他有做出决定啊，就是他要听保罗审问之前呢，他也要另外一边的人也到场，好，就是控告他人也到场啊，所以基本上来看呢，这是一个相当公平的方法啊，就是不是没有先入为主，好，要两边，那也可见这个菲利斯他应该是属于比较可以在中立超越的立场。那所以这5天后呢，这些控告保罗的犹太人是由祭司大祭司亚拿尼亚来带队啊，所以大祭司本身他也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来到了凯撒利亚，然后呢还跟着耶路撒冷的长老，那还有一个律师叫铁土罗，那铁土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3倍坚强。有3倍的坚强，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很威猛的样子。好，他能够成为一个很坚强的律师。那他们来到菲利斯的面前，好，那他们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告保罗。好，那让保罗好，他希望罗马的政府人能够来办他。那有关这个总督，罗马的总督，或是以前翻译罗马的巡抚，那这个总督或是巡抚呢，好，那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负责税务跟财务，那甚至他也可以用自己的头像，就是总督巡抚，可以来铸造硬币，那他也可以贷款给私人的寺庙或是殿宇，那所以总督是省的总会计师哦。那总督也可以指导跟监督这个省份的大型的工程，那所以他是省的首席法官。好，那在总督呢，他有权来处死刑。那死刑呢，通常呢都正式慎重就要来到总督这边才能够处死。所以耶稣要处死呢，犹太公会没有资格，所以他们就要透过这个总督比拉多来定耶稣的罪。那总督不想定他的罪，犹太人就要造反。那但是呢，死刑的案件呢也有上诉的权利。那如果呢不服总督的这个判决呢，也可以前往罗马，好，那可以继续的上诉。但是这样的上诉的成功机会呢，很小，因为第一方面前往罗马，这要需要一笔费用；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到罗马皇帝，他有意愿，或是罗马的更高的阶层，要来审问呢，是需要准备更齐全的资料。好，那这也是我们在看路加他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那这2份的资料呢，都很可能就是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是为了要替保罗来辩护，要希望这个罗马能够开释，那所以才会有这么齐全的资料。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平民能够来完成。那还有总督呢，他手上呢是握有军队，所以不论是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那都是在这个总督的这个50夫长，这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有。那但是千夫长、百夫长呢，都是在这个总督的手下来听命。所以这个只要总督他得到皇帝或是罗马元老院的许可，就可以动用军队来击打罪犯或是叛军。所以这个铁土罗呢，他是花钱请来的律师，那他控告保罗，控告以前呢，那路加可能认为这个律师呢，出面呢，在当时可能是很慎重，所以路加也大概记载了这个律师他的对话。那也可以知道，可能路加这个时候人呢也是跟着在旁，才能够把这个律师的控诉能够清楚的记载下来。那律师呢一开始先是称赞这个总督他的英明，他的德政，还有他到位之后让这个省让这个地区得到改革。那他们这些犹太人充满了感激，但是呢第4节说不敢耽搁总督太久的时间，
只希望总督能够听这个律师简短的控诉。所以这里可以看出犹太人跟罗马总督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听从，甚至呢绝对的尊重。那这也是总督他说的话，那犹太人都得听。那这个铁土罗呢控告保罗呢主要有4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第5节，我们看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那在和本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那所以这个控告呢，用瘟疫呢，就算他多危险，用瘟疫来形容，这些罗马人、罗马总督、罗马政府也很害怕瘟疫，所以他要制造这个总督对保罗有负面的印象。那第二个呢，他是一个在全世界犹太人当中制造乱世的人，那就是鼓动普天下所有犹太人作乱。那所以这个也是罗马人很担心，罗马人为了要稳固巩固罗马帝国，所以他必须要强力的来镇压所有的这些乱世。所以第一个说保罗像瘟疫，第二个说他是作乱，第三个又说他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所以称他是拿撒勒教派。这是指谁呢？这不是指保罗，是指耶稣。因为耶稣呢是拿撒勒人，所以呢他用拿撒勒教派来形容这个耶稣，形容教会，形容基督徒。但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他是一个地方的帮派。这个在我们今天意思就是他这个地方的帮派。在罗马政府他就是这个铁土罗就是贬义这些教会基督徒，是一个地方的帮派，而他就是这个地方帮派的角头，是个头目，是个老大。那第4个罪名呢，就是他连圣殿也要亵渎，我们就把他抓住。所以这是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去还愿的时候，那他进了圣殿，那有人认为他把以弗所的外邦人都带进去，所以才开始这一段的对保罗的控诉。所以这4件事情就是这个律师花钱他们过了5天来到这个总督菲利斯的面前要控诉的理由。那在这里有个注，这个注呢是6节到7节6、7、8的中间有一个注，就是我们原本想要按照我们的法律审判他，不料指挥官吕西亚横加干预，把我们手中抢去，并且还要叫我们各个原告都到你这里来，所以他有一点在怪罪这个吕西亚。不过这个千夫长所做的是非常的公正，那他也没有因为保罗只有少数，犹太人多数，那他就像比拉多一样的屈服在多数的这些的威吓之下，那他还是坚持按着这个公正。那他不能审问的，他就送到凯撒利亚的总督菲利斯这边来。好，接着再请新民带我们读10到16节。使徒经传10到16节。这时候总督向保罗示意要他说话，保罗就说：我知道你在本国执掌法政多年，因此我乐意在你面前为自己辩护。你不难查明，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现在只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跟任何人辩论，也没有看见我在会堂或城里其他地方煽动群众。他们无法向你提出控告我的证据。然而有一件事我要承认，我是根据他们所认为异端的那道路来敬拜我们祖先的上帝的。我也相信在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我对上帝存着跟他们相同的盼望，就是盼望所有的人无论善恶都要从死里复活。因此我常常勉励自己，在上帝和人面前常保持着清白的良心。好，谢谢。那总督呢，他听了这样子的控告呢，4大控告，又是瘟疫，又是作乱，又是混的帮派的角头，还要污秽，用污秽圣殿，那这个都是罗马人非常不喜悦的事情。
但是呢，总督这时候才让保罗为自己辩护啊。那保罗在这5天当中，他也不晓得犹太人要怎么样控告他，但是保罗呢，当下就得要为自己来辩护。那保罗他怎么回答呢？好，那保罗说：“我知道，好，这就是说菲利斯，你在本国执掌法政多年了，做法官多年。好，那根据调查，这个菲利斯大概到保罗这个时候已经做了5年左右，5年算是长的时间了。那因此我也乐意在你面前辩护。那保罗乐意就是他知道他能够做得久，表示他是有一定的稳定。好，那11节保罗说：“你不难查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现在只不过12天了。”所以保罗说这些控告呢，只不过是12天内12天前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保罗他的策略就是把它变得比较短比较近。好，那他也不要去针对这个律师的控告、大祭司的控告一一去解释反倒是他自己就是搬出一个具体的说法。好，这12天，那这12天呢，我们也可以回去来看21章，好，就可以看到这从21章到24章，好，这些呢不过才10几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最密集的部分。那里面呢，好，包括他回到耶路撒冷第2天就去见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第3天呢，他就去圣殿行了洁净礼，在21章。那第10天呢，他在圣殿当中引起圣殿的暴动好，那就是过了1个礼拜。那在21章26节，那这个暴动呢，第11天呢，让千夫长就召开了侦察庭。好，那第12天呢，犹太人密谋要杀保罗，所以保罗就被千夫长送到凯撒利亚来。所以只有短短的12天，那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如同瘟疫，又怎么可能鼓动全天下犹太人作乱，又怎么样成为一个混头目，又怎么样把圣殿污秽？那保罗呢，他就清楚的就是4两拨千斤，说呢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跟任何人辩论，也没有看见我在会堂或城里其他地方煽动群众，他们无法向你提出控告我的证据。所以保罗反倒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些控告呢都是不实的指控，重点就是他们没有证据。但保罗人也没有要跟他们继续辩论下去。保罗呢发现他之前引用在这个千夫长前引用这个见缝插针，好让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产生冲突对立呢，好是有见效的。好，所以他这一次来控告保罗的人呢少了很多。好，因为这群法利赛人就不控告保罗了。如果法利赛人再加入，保罗比较辛苦，因为法利赛人是读很多的圣经，但是现在是大祭司，都是祭司家族撒都该人，那找了长老，所以公会里面的势力呢就少了一半，削减了一半。好，那保罗呢他也继续14节引用说他是为了他承认的一件事实，就是如果他们要控告他，有一件愿意承认的，就是保罗是根据这些大祭司认为异端的的道路来敬拜他们犹太人祖先的上帝。保罗也相信在摩西在法律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保罗也对上帝存着跟他们同样的盼望，就是盼望所有的人无论善或恶都要从死里复活，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所以这是保罗他的一个在宗教上面或是信仰上面跟这一群控告他的人他可以接受他们的控告。16节，所以保罗他常常勉励自己在神和人的面前都要保持无愧的良心这个结论呢反倒是让菲利斯可能对保罗有个正面的印象。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保罗的辩护。那再请新民带我们来读17节到23节。好，我离开耶路撒冷已经有好几年，我这回上去是带着周济同胞的款项，同时要献祭物。他们在圣殿里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行了洁净礼，正在献祭。我并没有
聚众，也没有作乱。不过有几个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在那里，这些人若有控告我的事，应该到你面前控诉。再不然，就让这些在场的人指出，当我在议会申诉的时候，有什么犯罪的行为。我站在他们面前，只高声说过一句话，就是今天我受你们审判，无非是为了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菲利斯对这道路原有相当的认识，于是停止了听讼，对他们说：且等指挥官吕西亚来到，我就为你们判决。他命令那军官看守保罗，宽待他，准许亲友供应他日常的需要。好，谢谢。那保罗他一方面来讲到他自己所做的是针对在信仰上面，那他提出的具体的这个事证就是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好几年，那这次回来呢是带着周济同胞的款项，好，那还要献祭物，所以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回来呢，也是继续要来带着其他外地各地的教会的奉献，要来到圣殿，所以是要奉献给神的，对不起，是奉献给教会的，同时也要献祭物，就在圣殿里面的献祭。但是他们在圣殿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行了洁净礼，也正在献祭，我并没有聚众，也没有作乱，倒是有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在那里，在圣殿里控告。那这些以弗所来的犹太人若要控告，他们也应该要来到你这里。所以保罗呢清楚这个罗马法律他的程序，就是这些大祭司不能代替这些亚细亚的犹太人来控告。如果这些真的要控告保罗污秽，那应该是要由以弗所的犹太人来控告。那再不然就让这些现场的人指出，我在议会申诉时有什么犯罪的行为就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公会当中，保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若是有，保罗说也不过就是为了一句话，就是我在他们议会公会的中间有喊，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这一句话呢，也是让保罗又一个得到一个开示的机会因为22节说，原来连这个总督巡抚菲利斯，他原本对这个道路就有相当的认识，就是说他本是详细认识这道。这道是什么道呢？就是死人复活的道，死人复活的道。那所以呢这也引起了菲利斯的兴趣。那他也没有再让这个祭司让这个律师或是这个大祭司继续再跟保罗来控诉或是辩论。通常这样子罗马法官他要审问就是甲方乙方甲方乙方这样来回的辩论，最后就是由菲利斯他做出裁决。但是呢菲利斯他直接把这个审问呢暂停下来。那就22节说，菲利斯呢就停止诉讼，说等指挥官就是千夫长吕西亚来到，我就为你们判决。好，所以和本说菲利斯就拖延他们了，所以这个菲利斯那他一方面看起来公正，看起来好像有点拖延，因为当保罗第一次被带的时候呢，他就拖了5天。那他要等另外一边的人也到，现在另外一边的人也到呢，他又要再拖延，就是要等这个千夫长吕西亚也过来。那吕西亚已经送了一封信来，但是人没有来，所以意思就是要让人派人去请千夫长过来，那菲利斯才要继续再开庭再审判了。所以他就23节命令了军官看守保罗，但是呢是宽待他，也准许亲友来供应他日常的需要，就是不受拦阻，没有真正把他当成罪犯了。好，那最后24到27再请西敏带我们来读。好，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西拉一起来到，他把保罗叫来，听他讲论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保罗又谈论关于良善、
节制、将来的审判等教训。菲利斯觉得很恐惧，对保罗说：你现在去吧，等我有空再叫你来。他又盼望保罗送钱给他，所以常常叫他来跟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代替了菲利斯出任总督。菲利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仍旧把保罗留在监狱里。好，谢谢。那当千夫长吕西亚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呢，反倒是菲利斯和他的太太土西拉。那这里有讲土西拉呢是犹太人，那菲利斯呢也做犹太人的总督啊，所以他的妻子呢可能因着他妻子的缘故，让他有机会能够成为犹太的总督。那这对夫妇呢就来听保罗的讲论了。那土西拉这个犹太名字呢，意思就是露水湿润，就是早上的露水的湿润，应该是一个很有画面的意境的名字。那土西拉呢，他的来头也不小，他是谁呢？他是希律亚基帕一世，亚基帕一世就是大希律的孙子啊。好，那大希律的继承人第3代的女儿。好，那他是亚基帕2世我们会在后面看到亚基帕2世，就是当时的希律王。这个土西拉是亚基帕2世的姐姐或妹妹，那出生在主后37年了，主后37年。那这个菲利斯是他的，就是现在这个总督巡抚菲利斯是他的第2任丈夫。那土西拉呢，本身也是一个敬虔的犹太教徒。但是因为菲利斯是个没有受割礼的罗马人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呢一方面会质疑这个菲利斯他的部分，但是因为菲利斯又当了总督，所以犹太人又对他的相当的尊重。那当菲利斯和他的太太这对夫妇来听保罗，因为吕西亚呢，他对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想要听，想要再听。但路加呢，在这里也没有把保罗跟菲利斯的讲到内容提出来，但是只有划重点，就是讲的有关于良善节制将来的审判。好，那和本是公义、节制跟将来的审判呢？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好，那这就讲到耶稣再来的事情。好，耶稣复活是为了公义，是为了我们在地上要节制，好，不要再走错的道路，以及要警醒预备将来审判。那以至于呢，菲利斯这个外邦人呢，他就害怕起来。那他说什么呢？他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有机会叫你再来。”所以这好像就是一个人听的道落在石头上。好，那他没有让这道呢继续的留在心里面呢。好，他就先害怕，等到太阳一出来就晒干。好，所以这个道也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心。反倒是呢26节就看见菲利斯他的内心的状况，他就是盼望保罗送钱给他，所以路加记载可能就是路加在凯撒利亚这段停留期间看穿这个菲利斯的目的，表面上很公正，按部就班，按照程序 SOP 一个一个的慢慢来，但是呢其实菲利斯他想要保罗送钱给他。那我们会想，这个菲利斯有钱有权，他还可以自己铸造银币，那他何须还要保罗的贿赂呢？我们也不晓得。但是菲利斯就是有他的另外的目的，所以每次叫保罗来呢，并不是要听他讲道，就是希望保罗呢可能施压保罗。对保罗说，如果你想要早点出去，你想要早点离开，你想要得自由，那你必须要给菲利斯什么样的好处？类似这样，就是一个密室谈判。好，那这样子的时间呢，过了2年，27节，一晃就过了2年。好，这2年在这里来看很像很快，但是如果这2年保罗在以弗所，他已经跟以弗所教会的门徒把整个亚细亚一带的希腊人、犹太人都传遍了福音。但是这2年呢，保罗却只能被困在总督菲利斯的这个
看守底下，虽然是可以跟亲友来见面往来供给，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自由自在出去传福音了。所以2年后呢，另外一个总督上任，叫波求菲斯都。波求是一个罗马家族的姓氏，菲斯都的这个菲斯都的意思就是节庆或是庆祝。那他是在主后59年到62年担任犹太的巡抚和总督啊，只有短短的3年，那比前面的吕西亚还短。那最后他是因为重病，在他的任内来死去。所以但是呢，菲利斯成为新的总督菲斯都取代了菲利斯。那这个就是说，菲利斯最后也没有什么作为，就把这个事情搁着，所以他一拖再拖再拖，最后到他任期都结束了，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处理。好，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大祭司亲自出面，带着长老，虽然他没有这个法利赛人的支持，但是他花钱请了一个3倍坚强的律师，叫铁土罗，一起来控告保罗。但是控告保罗的事呢，却没有被采纳，反倒是保罗举出有力的证明，用时间，用他这个不在场证明，或是他在场所做的事情，清清楚楚的交代。但是保罗的重点是放在后半段，就是他为复活的主要来在巡抚总督的面前做见证。而这位总督菲利斯他也听过福音，他认识这道，他知道死人复活的事情，因为可能是他的太太以土西拉的事情，让他有了一些的认识。但是呢，这个菲利斯却是以拖待变，那他其实背后想要争取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菲利斯的3面手法，一方面他面对保罗是听保罗讲道，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要来行贿收贿，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要讨好犹太人，讨犹太人喜欢，所以他也知道保罗无罪，但是他不放保罗，至少让犹太人他们可以觉得满意。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人物的故事。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看保罗他怎么样能够达到罗马皇帝的面前，他的关键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透过保罗接受罗马总督的询问审问，也让我们看见在今日的法庭或是律法是在保障人民，保障无辜的人，也让我们同时在学习上帝的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清洁的生活，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还有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能够清楚知道自己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罪得到赦免。今天是主日，也是要领圣餐，也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在我们今日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都是新造的生命，都是主耶稣所赏赐给我们愿主再一次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新民，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老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